屬兔嘅朋友咧，舊年咧就太歲相合啦，咁嚟到今年屬猴咧就屬於太歲暗合嘅喎，所以今年屬兔你嘅咧運程都相當之唔錯㗎。咁今年咧屬兔嘅朋友咧有一個子命同埋龍德啦，就兩個非常之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嘅，所以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無論係打工啦或者係做生意嘅屬兔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咧非常之暢旺喎，可以考慮咧進行一啲你從來冇諗過想做嘅嘢咧，咁可能成機嘅機會率咧比較高啲嘅喎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今年有貴人星嘅出現啦，所以特別咧就容易財運亨通嘅。貴人咧會俾你一啲意想不到嘅一個意外嘅收穫啦，或者俾啲 tips 你嘅。所以無論喺正財或者橫財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兔嘅你咧都非常之唔錯嘅。至於喺感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兔嘅朋友咧，因為今年有貴人星嘅照耀啦，所以今年咧容易有一個異性嘅出現嘅喎。尤其係未結婚嘅你嚟講嘅話，或者係未有拍拖嘅話咧，咁今年咧人緣咧非常之好嘅，特別容易有一個朋友嘅出現咧。咁當然感情生活方面咧係比較多姿多彩嘅。咁至於結咗婚同埋已經有咗伴侶嘅屬兔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咧只要多啲咧與對方咧溝通咧，一切咧都會非常之如魚得水嘅喎。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兔嘅你咧一切都相當之平順嘅，只要咧多啲注意自己嘅飲食啦，同埋多啲休息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兔嘅你咧健康都相當之唔錯嘅喎。咁今年屬兔嘅朋友咧，咁不妨咧就喺個西北方嘅位置咧，就放一個所謂嘅紅色嘅飾物啦，可以化解個是非星啦，亦都可以同時喺個西方嘅位置咧放一個水養嘅富貴竹咧，就可以穩定自己嘅情緒嘅喎。